主后2023年3月1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接待上美色的人。圣经咱做来听读马太福音第10章39到42节。所以伫人的面前宣认我的，我伫我天父的面前嘛会认伊。伫人的面前毋认我的，我伫我天父的面前嘛毋认伊。毋通想讲，我来是要带和平互地上，我带来毋是和平，是刀剑。因为我来是要互人分裂，人对抗老爸，查某囝对抗老母，新妇对抗大家。人的对敌是家己家内的人。疼爸母赢过疼我的，无资格缀我；疼囝还是查某囝赢过疼我的，无资格缀我。毋赢家己的是家内缀我的，嘛无资格缀我。要得到家己的性命的，会丧失性命；为着我丧失家己的性命的，会得到性命。接纳恁的，就是接纳我；接纳我的，就是接纳找我来迄位。接纳先知做先知的，会得到先知应得的报赏；接纳义人做义人的，会得到义人应得的报赏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无论什么人，简单摕一杯冷水，互这个上美色的一个啉，因为上美色的是我的门徒，这人一定会得到报赏。以上。接待上美色的人，伫教会同样服侍中，接待是一件真重要，却也容易受忽略的事项。特别伫讲究专业化服侍的教会，担任招待者差不多无需要什么特殊专长，是人人拢通做。总是咱常常忽略着，每一个主日来到教会的人，头一个接触的对象就是接待者。接待者的态度好歹，真可能会影响做礼拜的心情。经文中的接待有接纳、接受之意，毋单单是指用接待接待人客，更较深层的意义是对内心接待人。当咱真心接待接纳一个人，真自然就会对伊友善款待。主耶稣讲，接纳恁的，就是接纳我；接纳我的，就是接纳找我来迄位。古代认为，使者通代表找派者。既然上帝使者是基督伫世间的代表，接待伊就等于接待基督。义人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传福音的人，和上帝的使者同款，具有特殊的宗教地位。因为安尼，接待这两种人会得到奖赏。耶稣佫进一步指出，接待门徒中上美色的人也会得到奖赏，因为伊虽然美色，也是主耶稣的门徒，值得受接待甲接纳。互人一杯水，是人人拢通做会到的，无需要开费大笔的金额。这拄好说明，真诚的接待是对心灵发出的行动，袂因为人的外貌有差别待遇，也毋是展现财力的比赛，是真诚的接纳甲款待。耶稣这段话提醒咱，教会毋是拥有地位身份的人才通来的，是所有的人拢受接纳。福音毋是牧者、长职，还是有地位的，
的研究内容，是美色的人的生命亮光。耶稣邀请咱对下面看，看社会底层遐个无妨重视的人。耶稣也邀请咱对顶面看，看社会顶端的遐个有钱人。毋管外在的社会经济条件安怎，每一个人拢需要受教会接纳牧养。耶稣爱每一个军队里的人，毋通袂记得关心微细的人。教会袂当成做基督徒同温层的舒适圈，应当成做接纳人的信仰培育中心。教会毋是拥有社会经济地位的俱乐部，反倒当是接纳所有微细的上帝之家。迄微细的人，可能是儿童、青少年、心障碍者，常常坐伫上后面一排的人，也可能是陪伴长辈的外劳，简单穿工作服就来礼拜的劳工等等。每一个微细的人，拢袂当互藐视、受忽略。因为因也是基督的门徒，就算咱简单摕一杯水，互其中一个人啉，也要得到丰富的赏赐。互咱学习好好接待耶稣的每一位门徒，就算是上微细的人，也毋通忽略。默想，伫我的教会里，倒一寡人是上微细的人，我对待因的态度是安怎？教会敢有用实际的行动，伫关怀照顾因？伫我的教会里，倒一寡人是上微细的人，我对待因的态度是安怎？教会敢有用实际的行动，伫关怀照顾因？咱做来祈祷，亲爱的主。感谢你无看轻微细的我，拣选我做你的门徒，求你使我谦卑的心，无看人的外貌甲身份地位，伫主呢彼此接纳甲款待，因为当我安尼接待人，就是伫接待你，通得到你的喜悦和奖赏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